2025年最後一日，我將今年最後一件作品收埋最後一針。呢件米白色雙排扣外套靈感嚟自一個故事。布料供應商同我講，韓國有一間出名嘅鋪頭一直用緊呢一款布料。我聽完就記住咗，今年終於攞起呢卷布，好想試試究竟可以變成一件點樣樣嘅衫。由打線釘、紮胸脯、塑形、拔袖、後腹歸攏、分骨、落撲、開袋、吊襟、裁掛面、定雙襟、車襟嘴、燒邊、鎖邊、索袖圈、溶袖頭、上袖、紮領。我將肩做完，讓線條緩緩墜落，柔軟而包容。袖衫加厚，但袖面撐起，挺拔而精神，一剛一柔，好似回應緊塊布本身嘅性格。靜靜咁喺度等緊一個識得用佢嘅裁縫。2025年對我嚟講係悲喜混雜嘅一年。呢一度祝各位2026年就好似呢件西裝外套咁，可以重新起步，重新開始。我叫 Matthew，一個80後嘅香港裁縫，W&L Tailor 嘅其中一雙手。